讲到社会福利机构的要求，因的员工就要甲一部分的薪水关倒转去，这款的案件咱是直接听到。伫中华社发生一层，叫员工用厝内底的人的名义，甲这钱关转去机构，来遮上班，搁要关钱出去，这是虾米款的情形？咱做回来关心。 薪资条甲捐款的收据写明，一个月23000的薪水，甲其中1440块关倒转去。过去社工人员互机构要求回关薪资，大部分是社工个人捐款转去机构。但是高雄市社工职业工会最近接到中华社工的投诉，2017年到2018年，有机构要求社工以亲人的名义，甲薪水关转去。 我就请当事人去彰化县劳工处还有社会处，一方面进行劳资调解，然后另一方面循正式管道向彰化县社会处提出申诉。申诉之后完全石沉大海，甚至彰化县政府还发了一篇公文给我，上面写。 这个叫捐款瑕疵。中华县政府表示，因为薪水的部分机构拢有正常拨付给当事人，而且捐款的记录嘛，毋是当事人本人，所以才认定是捐款有问题。工会批评，这根本就是对于机构帮忙，而且为发布方面，甲县政府的看法嘛无同。都有核实拨付给他的薪资，再用这个捐款的这个状况，然后来捐款给协会。他可能还是一个回捐的这个类型不得以强制摊派或其他违反员工意愿之方式。 要求薪资回卷，家属的名义，所以就是比较广义来讲，它是涵盖在里面。中华县政府表示，双方已经以5万块来和解，县政府嘛伫机构评鉴的时甲扣分，机构一年会因为安尼减10万块左右的补助款。卫福部表示，明年会有更加严格的法律规定，若是有查到回管的情形，就会完全停止补助一档。记者郭富长随台北报道。